如果你係家庭客，首選就3房單位啦。呢一個咧就由1B 座18樓 A 室搭建，實用面積604尺嘅3房。而家入去睇下。咁可以見到門口入嚟咧，我哋先睇咗廚房位置先啦。呢個廚房咧就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配備都係明火嘅設備，就3個頭嘅，都係西門子嘅設備。咁微波爐啊、雪櫃啊、洗衣機、蒸焗爐嗰啲咧，全部都會有晒。咁都係以翻簡潔嘅櫥櫃為主啦，全部都係白色啊，拼啲雲石紋咁嘅。咁我最中意咧就係門後邊咧，發展商已經配備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鞋櫃嘅位置啊。好啦，嚟到咧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咁呢個客飯廳咧闊咧都有成2.8米㗎，長咧就有5.1米，所以客飯廳咧非常之分明。你見到咧間隔都係非常之方正嘅，因為呢度咧就可以做翻個飯廳位置啦。如果呢度咧你擺個4人台咧，完全係冇問題嘅，因為空間咧完全係非常之夠嘅。咁另外呢邊就可以做翻個客廳位置。另外咧落地玻璃窗咧行翻出去就會係露台嘅位置。咁呢個露台咧就會做咗一個3合1嘅露台啦，所以冷氣機平台咧都會喺翻度嘅。咁但係你擺凳啊台啊呢啲係完全足夠有空間嘅，就會多咗個室外嘅空間。咁另外咧，走廊左手邊呢度就係浴室嘅位置。咁呢個浴室咧就係一個名廁啦，浴缸設計嘅，非常之簡潔啊！而家咧成日帶大家咧都係睇新鴻基嘅單位啦，好多時都好深色啊、黑色啊或者係深木色系。但係今次帶大家嚟睇嘅咧，你見到門都係白色啦，跟住旁邊全部都係啲雲石紋嘅，咁就非常之清雅嘅。好，另外咧咁就第一間嘅房。呢一間房咧就2米乘2米，非常之方正實用嘅。咁譬如你做翻書房啊，或者係小朋友閱讀房啊、音樂房啊咁都可以嘅。咁另外呢一間咧就同一樣嘅尺寸。好，之後睇埋個主人房先。呢個主人房咧就大約2.3米乘2.6米嘅，咁你見到個空間都好夠。如果你擺雙人床咧，3邊落床都係冇問題㗎。另外你仲可以擺個大衣櫃喺呢邊添。咁做咗咧就隔窗嘅設計啦，咁所以採光度咧都會好好嘅。咁另外窗咧兩邊窗都可以開嘅。咁呢個咧就冇套廁，純3房嘅一個間隔，604尺，我覺得非常之實用。因為你話佢廳啊房啊都夠大嘅，咁同埋604尺又開到明廁啦。咁唔知你哋對呢一個單位中唔中意咧？可以喺評論區話我知。